上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武汉肺炎，但国内昨昏阁新增加一例确定的病例。这是前一阵仔去意大利佚佗，伫香港转机的时，访过到的翁仔某，因转来了后，为何伊后生？细汉后生虽然目前无出现症头，也毋过伊的体内有真侪病毒，是咱台湾的第18例。 国内阁出现一名确诊的武汉肺炎病例，就是之前公布确诊住伫北部50多岁翁某另外一位后生。一家4个人1月22为香港转机到意大利旅游，2月7日香港转机到台湾，先是爸爸发烧肺炎症状通报，太太因为出现感冒症状，斗阵采检，两人伫2月7日确诊，其中一个后生出现症状，采检后2月7日确诊，细汉后生无任何症状，不过防疫人员主动采检了后查到确诊。 一家4个人全部去围掉。连续他们家里有3位了哈，所以虽然他的儿子一直都没有症状，好，一直都没有症，到现在也是一样哈，都没有症状，好，但是我们采检好是阳性，好，所以大概就确诊。 指挥中心表示，细汉后生是国内出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体内病毒量真悬。目前这这4个人接触者有78人，防疫单位会向航空公司追踪确诊个案过去坐班机的前2排、后2排乘客名单。指挥中心也宣布，会邀请专家研究扩大采检范围。 目前是只有症状的部分才会采检嘛？那现在在研议说，那是不是会针对这个亲密接触者他的无症状也进行采检？指挥中心统计，到7月国内新增加71例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通报个案，目前通报1470个个案，有18名确诊，1300名排除，其他隔离检验中。 指挥中心强调，目前全台至少14个检验实验室，一天应检验800多件检体，未来若是扩大采检，也应应付。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确定的病例，即马已经超过4万例。来看上新的统计，即阵中国有40235例，909个人死亡。另外，伫咱台湾即马拢总有18例。日本的病例加上泉州公主号顶头有70例，即马日本拢总是95例，是亚洲病例数上济国家。 再来看，新加坡是43例，泰国32例，南韩27例，马来西亚17例，越南是14例，澳洲有15例，印度甲菲律宾拢总是3例。伫欧美的国家，德国有14例，美国12例，法国11例，加拿大有7例。 武汉肺炎继续在全世界传，上新的消息是，中国的北京已经宣布封城。另外，昨昏伫英国甲西班牙拢有新的病例。香港昨昏一困头嘛加9例，目前香港有36例。这9例拢是同一家伙啊，因是伫咧过年初2的时做伙围炉食火锅烧话。另外，听伫咧香港的世界网号，船顶有1800多人，即马因的检验结果出来啊，拢总无代志，总算会当落船转去啊。游客正迅速落船，伫初5就停伫咧香港的世界网号游轮，因为捌载过几多位确诊病例，1800名船员甲游客拢被禁止落船。最后检验报告出来，全部拢是阴性，大家当落船转去。 其實應該穩陣揾多幾日都冇問題。如果因為我覺得你想穩陣啲，咪揾多幾日咯。Now maybe I just get back home and clean all my stuff outside my room first, then make sure all the things is clean out. Then I just get into my room and I think I will just put on mask every day. Because I stay with my family, so I better pick up the mask is better. 香港伫初9新增加9件确诊病例，其中确诊的36例内面有1家伙仔正月初2做阵食火锅，其中包括来自广东的亲友。结果共到19个人，有9个人确诊。另外，第一个公布疫情的李文亮医生，伫确诊武汉肺炎过身了后，伊老母讲，本来病情也阁算稳定，过2天了就突然间恶化，连囡仔的最后一面拢无看到。拉我儿子尸体的车。 不能让进，这个都是感染的，不能让你们进。我们去医院抢救时也不让我们看，上殡仪馆我们也没见到最后一眼儿子。真侪民众伫咧殡仪外口献花，感谢李文亮对疫情的贡献甲付出。伫全世界各地中国人所管的物资，拢来到中国。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所在地，湖北的武汉，
伊互另外甲病人安置到火线山病治疗，用对讲机沟通。中国官方讲物资有够，也毋过新加坡的超商会计啊顶头是康罗索，拢是担心疫情造成的惊吓。当地找到个增加3件确诊，目前总共43例。另外，伫法国嘅国际场也传出群组感染，造成民众惊吓。For the people who are living here, if they are not called by us, it means that they are not or they were not in contact with the patients who are hospitalized right now. 伫吹到英国、西班牙拢新增加一例确诊。法国卫生局讲，可能是甲阿尔卑斯山一间国际小区群组感染有关系。有5个几个遐英国人拢确诊感染。法国也因为安全，将附近3间学校关闭，也告居民讲感染病毒的风险真低，莫伤紧张。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天伫日本约克哈马邮轮船上公主号，昨昏阁传出有6个人去划着，等于现出时船顶确定的病例已经有70例。镜头等下过来，甲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咱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武汉肺炎疫情炭烧，台湾到目前为止确定的病例有18例，这个病例是咱国内头一个无镜头的确定病例。另外，武汉肺炎伫全球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900人，嘛超过2003年 SARS 的死亡人数。来看中国时报，武汉肺炎影响观光业、运输业，行政院今仔日会针对受影响的行业提出纾困方案。观光业的纾困方案可能会先实施，大约会投入44亿。来看自由时报，本地中国甲今仔日定做开工日，也被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咧滚价，继续咧炭烧，所以开工嘛出现变数。中国开工即马出现变数，鸿海伫咧深圳甲郑州的厂区拢成重点。鸿海有发出新闻稿，讲开工的日期、时间会按照当地政府的规定来办理。那学者是认为讲，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未收煞，开工可能要等到2月底，若是疫情阁继续恶化，到3月份嘛是有可能的。中国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一直升悬，已经破300人。中国部分地方政府无愿意冒病毒传染风险，原定礼拜日2月70复工计划临时划停，未少大商受影响。会延后，因为进料也有问题啊，出货也是受封城的限制。我们大概减产2成5左右。根据一间新闻报道，鸿海集团也无法度如期开工。鸿海发5点声明稿回应，强调疫情爆发时已经成立防疫指挥中心，执行动态管制，也全力配合当地政府防疫。复工时间会依照当地政府规定，强调到目前为止，还未收到任何客户提早复工生产要求。分析师表示，中国复工时程恐惊到2月底，欠工问题加上疫情管制措施，短期内产能尽快提升。台厂在开工的时程大概都已经递延到这个2月底左右，但是初期的产能可能还是会受到很多零组件供应，还有整个运输物流的这个部分的影响。后续产能要能够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其实对于厂商来说难度是明显的拉高。不过也是为少伫南京、杭州、宁波甲昆山的大资企业公布2月70如期开工。不过武汉肺炎疫情严重，企业复工要向当地政府申请核准。确实无做好防疫工作，实地隔离场所如期复工变数真大。佮加上目前全球数十间航空公司已经暂停对中国空运服务，会冲击出口业务。各大城市这次封闭式管理了后，有个工厂劳动力至少降2成。伫航班停飞、饭店无开、工厂停工的情形下，到时阵企业无法度支持落去。伫疫情结束了后，也会引爆大规模裁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扩大，对今日开始，大三通、小三通拢总暂停，两间的航线嘛，对今日开始只剩4个城市、5个航点尔。挂水岸拖行李，坐小三通客船的乘客，赶伫咧随着停航进前赶紧来坐。现场候补旅客注意一下，我们现在开始候补。这是小三通同行20年来第2遍停航，顶一遍是2003年SARS的时阵。停航前最后一天本来有个做景的客满，不过受疫情影响，真侪本来已经订飞的民众临时取消，再计率差不多7成左右。我是大陆来的，然后那边机票退不了，如果走不了的话，刚才很担心要转机，对，听说明天就封了。
另外，海上边境的防疫也自8月开始升级，那是小三通、大三通也拢总划停。在过去每个月大小三通服务的旅客差不多12万人次，最近受疫情影响，旅运人次减正多。整个入境的管制已经很多的这个类型的旅客都不能入境了。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影响不大。第二两化航班部分，自今仔日开始，也只敢保留4个城市5个航点。客运直飞航班只敢含北京、上海、厦门加成都4个城市。中华航空子公司虎航吹飞一班由糖飞无锡的班机，有一位旅客发烧，落飞机时阵被验出送医。疾管署讲，正关注这名旅客疫情结果，也追踪这台航班发烧乘客一边第8排到第14排乘客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对今日开始到拜三，大陆热气团的减弱，温度逐日拢会回升。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咱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伫咧东半部有地渐雨。要过明仔载甲后日，即金门、马祖、即西半部云有较低，都可能会大蒙，明显度就较歹。若拜四拜五有方面的较贵，加上温暖的湿气，可能会落雷降雨。温度方面，今仔日透早受大陆冷气团影响，所以新北、新竹甲明日低温拢无到10度。要过日时开始，温度就会豆豆回升啊。东部、北部高温大约有19度到20度，中南部是有14度到15度。拜三会吹南风，温度就会搁较悬。若今仔日过到了后，吹东风，西半部扩散条件有较歹，空气品质就无好。云嘉南、高雄、屏东有可能拢会出现柑仔色的景势。来关心英国甲澳洲即马当地做大水，英国受风暴影响落大雨，有的街仔路拢淹水，若航班甲火车拢有慢分。澳洲嘛因为落大雨，有的所在咧淹水，因为澳洲进前火烧山，即马落大雨，上无落雨会当甲火拍花，毋过有的所在火烧山的火也是继续在烧。大风甲树仔吹甲东倒西歪，热带气旋达米芬伫澳洲当地时间初8下昼，以200公里的速度登陆澳洲西部，大雨也造成真侪所在淹水。I think the rains have been welcomed everywhere. Maybe a little bit too much at one time, but the rains definitely need the rains. It was just dry and fire everywhere, so it wasn't good. But now the rain's here, so hopefully it's calming everything down. 虽然大风雨做大水，不过落雨对澳洲几个月来野火颠倒是好代志。虽然希望雨会当甲野火燃好熄，不过吹到如果有12个所在导火。伫东部新南威尔斯吹背出现当地20年来上大的降雨，做大水，车龙进入个水内面。雪梨也出现强风加水吹甲翻流的情形。另外，英国受到西拉雅风暴侵袭，也伫各地造成灾情。当地伫吹到落大雨，溪水规拢涨起来，路变做溪。英国政府发大水警告，也提醒民众莫坐火车，因为有可能延误停驶。机场也有一寡航班被取消。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上新的统计，中国即马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4万例，死亡的人数嘛超过900人，这是已经赢过2003年 SARS 伫全世界死亡的人数。当年 SARS 死亡人数是774个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即马打算要邀请全世界400个专家参加论坛，咱台湾嘛有机会用网络的方式做伙开会。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根据中国官方上新统计资料指出，到初八暗时12点，确诊病例33738例，其中6188例是重症，累计死亡病例有811例，已经超过2003年 SARS 全球死亡人数774例。WHO 秘书长谭德赛指出，由 WHO 领导的国际专家小组上紧伫彻查去中国，不过也有怨言，讲错误的消息增加 WHO 工作的困难度。While the virus spreads, misinformation makes the job of our heroic health workers even harder. It's diverting the attention of decision makers, and it causes confusion and spreads fear to the general public.
为加速应对疫情的研究 ，WHO 按算邀请全球400位专家参加论坛。伫七批记者会上 ，WHO 透露相关的消息，也讲到因为真侪合作朋友来自高风险区，所以被申请到日内瓦，该以线上方式参加。根据了解，其中有台湾。当然是努力要争取要能够与会，好，但是如果真的不能够与会，现在还在努力哦，好，那如果真的不能与会的时候，那这时候会用电话会议，会用视讯会议的方式来参与。那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的专家啊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本来就有管道，但是这件事情他是说可能，所以还不知道他们政局会做出什么事情，那个一个正式的邀请。对，我们会积极的要求我们台湾的司机者参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证实，会争取到场参加，专家人选已经有定限。因为台湾登记被 WHO 以及中国原则排除在外，若是有希望去线上参加，这也是台湾第一摆正式参加 WHO 的会议。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伫中国湖北的疫情是上界严重，中国死亡的案例有909例，那湖北就占871例。当地已经起好2间专门要收病人的病院，火神山病院启用了后，即马雷神山病院嘛已经启用。救护车载着头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人来到车被启用的雷神山病院，因挂着大包小包的生活用品，家己落车行入病房，看出来因的病情是较轻的。经过10多个昼夜的奋战，武汉雷神山医院呢，昨天是交付使用了。昨天晚上的8点左右呢，首批患者抵达了医院，并且入住。据了解，雷神山医院呢，共收治患者大约是45人。患者被转移过来之后呢，马上进入到了负压隔离病房，接受下一步的救治。因应武汉肺炎疫情，中国在疫情上界严重的湖北武汉起了2个专门病院。在火神山病院启用了后，雷神山病院也开始收治确诊患者。内部设有32个病区，1500床的病床，加7段医无线门诊，目的就是专业救治肺炎患者。而对疫情爆发以来，湖北省头一摆公布省内为着武汉肺炎的病例数。截至7月深夜，湖北省总计确诊病例有27100例，武汉市上最有14982例。孝感市甲黄冈市也超过2000例，全省死亡有780例，病死率2.88%。对病死率排行来看，疫情爆发地武汉市排名第2是4.06%，天门市有5.08%，是中国死亡率上高的城市。那么现在的话，应该说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紧张的、动态的，基本满足、公开、公平、公正的分配。每天，可以说基本上是，按照你这个医院的你的危重病人的数量确诊病人的数量、疑似病人的数量、发热病人的数量这个配备相应的系数来进行测算然后呢。这个分配给各个市州。湖北疫情继续上升，官方拢准备伫防范，唔但有对城市拓向农村的情形，病院内底也敢若出现互相烧坏情形。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指出，有警觉性不足，也有防护用品无都及时到位。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病院至少30名医护人员甲50名病人确诊去患着武汉肺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炭烧，黄皮肤的亚洲人伫咧世界拢逢其死。华人的社会有人替家己发声，因着伫咧社群网站成立一寡社团，有的社团演名就叫做“我毋是病毒”。伫巴黎中国城即马人减一半，因为大家拢惊被感染。虽然确诊病人拢伫咧病院隔离，真侪人看到中国社区的居民拢赶紧闪，拢会认为因甲病毒有关系。C'est la personne qui relève son écharpe parce qu'il entend tousser et que c'est un Asiatique quel qu'il soit. Ça met quand même une ambiance un petit peu désagréable. 这个月初一，法国一间报纸头版用黄河做标题，高架一张挂水暗的中国妇女的相片，还有一篇相关报道用的标题是疑问句的姓黄河，虽互人批评用的字是无知，阁互人反感。黄河是19世纪伫咧欧美流传的种族主义思想。迄当阵，美国政府一直宣称东亚人无清气、无文明、无道德，对社会造成威胁。即嘛，这篇报道搁再用黄河做标题，因人讲是上恶质的种族主义。报社赶紧道歉，讲毋是跳杠甲亚洲人的种族刻板印象延续。
美国 CNN 也报道讲，伤害已经造成。这篇报道严是罪头，定当是新的反中国情绪。另外，伫意大利目前有30万的中国人住伫咧遮，每年有500万的中国游客，这就是意大利正重要的经济来源。当意大利出现确诊病例，当局的处理是两难。虽然宣布正历紧急状态6个月，不过也是希望相关资金袂当斗相共，莫受到伤大影响。真侪社区也有反中的情绪，像伫罗马著名的景点特雷维喷泉边的酒吧，就打广告禁止中国人客入去。罗马一间音乐学院通知同学学生莫来上课，甚至意大利北部地区的4位大区的首长要求自中国旅行回国的儿童，伫14天内莫来上课。意大利政府谴责地方政府的反应，总理孔蒂也讲，这种情形无正当性。国际地下组织也讲，这是正可耻的受害心理。Ils subissent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qui sont arrivées de Chine et que la famille, les amis sont restés confinés. Ils se le font eux-mêmes, ils s'imposent eux-mêmes. Mais 面对这种种族歧视、受中的情绪，全世界华人社会有一寡是选择点点承受，要人伫社群媒体成立相关的理据，像我唔是病毒来替家己发声。英国 BBC 报道。有一位伫咧罗马竞技场附近开中国餐厅的头家娘就讲，若是生理变歹，伊的查某囝伫咧学校也互人欺负，无想要去学校。伊是甲查某囝讲，若是踮伫咧厝内，大家颠倒会认为你感染病毒。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泰国西北发生阿兵哥伫街仔路乌白开枪杀害百姓的事件，凶手了后是美日批百货公司白金节甲军警小区17点钟，路尾互开枪弹死。这个社会事件嘛引起泰国社会关心，几啊百人上街仔路哀悼罹难者。得到师傅的上警声，几落百人装头比向天献花。超到这边军人滥杀事件往前者。การรวมกันในวันนี้เนี่ยครับเป็นการมาด้วยการรวมกันโดยไม่ได้นัดหมาย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เกิดขึ้นหลังจากเหตุการณ์จบลงประมาณ2ชั่วโมงนะครับในกลุ่มของโซเชียลของชาวโคราชเนี่ยก็เริ่มแชร์กันแล้วก็เริ่มอยากจะรวมตัวกันแล้วก็นัดกันมาวันนี้ที่จะเจอกันทุ่มหนึ่งเพื่อมา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ไว้อาลัย有一位士官长郑国藩伫吹背太师动手了，头一台军用车甲真侪枪，走出军营，沿路射杀平民，还佫全程伫网络直播，最后走入去市中心的百货公司，劫持连接甲警方对峙17点钟久，上尾互军警开枪拍死。这件代志总共造成29个人死亡，57人受伤。แม่ผมก็ขับผ่านไปแต่พอมันอยู่ตรงที่เดียวกันเขาเปิดประตู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ก็ยิงใส่กระจกเลยครับ这件代志伫泰国闹较正大，因为死伤人数正多。泰国政府也开会研究受害者賠償嘅代志。เราก็จะประชุมพิจารณาเพื่อจะจ่ายเงินเยียวยาให้กับญาติผู้เสียชีวิตและคาดว่าอีกสัก2-3 วันเราก็จะ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จ่ายเงินให้เข้าบัญชีให้เข้าจ่ายเงินให้กับญาติได้ทุกคนครับ泰国警方目前也佫伫调查郑国藩杀人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上网络对咱来讲是真简单的代志，也毋过对印控克什米尔人来讲真无简单。因为印度政府伫咧去年8月份切断当地的网络，即马要上网络，爱搬车去大都市，无得爱开大钱，才有法度上网。赶紧走过上车，车门边仔是穆奇塔加亚里兹，就喺伫火车顶行2点钟到100公里外的巴里哈尔，即个人为着上网。伫火车顶行2点钟了，一共坐1点半钟的巴士，总共3点半钟来回就7点钟。一条路遮尔远去上网，是因为印度所控制克什米尔地区，2019年8月，互印度政府以恐怖攻击威胁为理由断网。因两个即马拢也是学生，上网是为着要写奖学金甲入学考试的资料。The reason why I am here at Bani Hill today is simple. I needed to use internet. I needed to use internet for multi-purpose. Like the first thing and the important thing was to submit scholarship forms. 除了开时间也开钱，因为去巴尼哈尔上网的人变多，当地网卡的计数已经花到1点钟要300卢比，差不多新台币100哩。不过因无法度，
因为巴尼哈尔已经是上晚会当上梦的所在，若是走去新德里，来回就要坐车坐16點鐘。 मुश्किल से ही इंटरनेट कैफे मिली और जो काम मैं आधे घंटे में कर सकता था उसके लिए मुझे एक पूरा दिन स्पेंड करना पड़ा। अगर हमारे वैली में इंटरनेट आज बैन ना होता तो मैं इतना ज़्यादा टाइम नहीं होता। 為咗要上網就開一天的時間，更加害是轉來時陣拄到大風勢，火車停駛，只好加點一天才有車通轉來。甲因有共款情形的差不多800萬人。斷網唔但是影響日常的生活，也對當地電商的經濟造成正大影響。 印度這個法院伫咧1月7日判決，政府中斷克什米爾網絡違憲，將會重新檢視相關政策，為當地人帶來希望。不過判決無明確裁定應該隨恢復網絡。克什米爾人是毋是當等到有網絡的生活，也唔知。記者綜合報道。 咱台灣的醫療甲健保是同世界攏在學落。根據一項全球資料庫網站的評比，咱台灣摕到2020醫療保健指數的第1名，已經是連續第2檔，咱台灣摕到世界第1。伫北大和平生活天華貴人港，伫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籌下，醫護人員上船檢驗，無到半工就做好採檢工作，同時完成檢驗報告。 台灣的醫療保健水準也受到世界肯定，連續2年摕到醫療保健評比指數全世界第1，領先咱附近的南韓、日本。這項評比內面，丹麥是排第4，法國第5，再來依次是西班牙、奧地利、泰國、澳洲加芬蘭。就是台灣的醫療設備本來就很完整嘛，而且偏向離島的話，也沒有說差別很大。雖然說我們在離島地區，我們有一些。 等於設備比較就是也是夠，可是我們的醫療能力比較不夠。那可這個東西我們都有其他的一些彌補的措施。健保署講已經接到這項評比通知，這是台灣第2年摕到這項評比的冠軍。台灣伫咧醫務人員的技術，一個檢查加報告的速度、診斷加治療設備、報告的完整性、就醫的方便性，攏摕到正懸的最高評分。不過健保署講。 相比較世界先進國家，咱國嘅醫護人員所摕到嘅薪水，相比較因所投資嘅心力，依然是無夠，這是以後愛努力嘅方向。我們台灣的醫療人員哦，其實我們的付出都很多，所以我們是有一個總額，其實就是我們給我們的醫療人員的話呢，其實我們的等於付出的那個金額，就比起其他國家就少很多。健保署也觀察大數據，發現伫咧最近因為國際武漢肺炎嘅疫情。 個人到大病看診的人數明顯的減少，死亡率也並無因此提升。這顯示在過去有真濟民眾去病院就醫並不是必要的。未來也希望透過制度的修正，和醫護人員有更加合理的報酬。記者綜合報道。 來看武漢肺炎的病毒有偌搞怪，北京有出現確定的病例，不過這個病例是驗3屆攏驗無，顯示講這個病毒真高秘。啊，那中國官方嘛講，病毒在傳唔那靠喙瘼，也是接觸爾，冇可能會透過空氣。 武漢肺炎各國確診人數甲死亡比例一直增加。中國官方坦白講，疫情已經對社區拓向農村。北京更加出現確診患者838檢測是陰性，顯示病毒穩重性是真強。這個病毒會流感化啊，因為流感會做的行為它都會做了，所以這種病毒呢，就是非常難完全阻斷。哦，你唯一的機會就是在疫情剛上來的第1年呢。 看有沒有機會把它控制住？那如果今年失敗的話呢？那這個我們最好的時間就過去了。進前，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17000名武漢肺炎案例初步分析，報告顯示8成2患者症狀真輕，1成5是重症。美國醫學會期刊報告更加指出，武漢肺炎患者年齡層為在49到56歲中間，囡仔病例真少，大多數是無症狀，也是真輕的症狀。中國衛生防疫專家也證實。 武漢肺炎除能透過喙瘼接觸傳播以外，也能透過喙瘼黏在空氣內底形成氣溶膽，進而造成其他人受到了後去胃掉。正式的感染的傳播，一個是飛沫傳染嘛，一個是空氣傳染。那飛沫傳染最多是2公尺，大部分是1.5公尺以內。那空氣傳染就是可以遠距離的傳染啊。那中國這個氣溶膠，它其實就介於這2個之間。
他认为这感染模式有可能会超过飞沫，可是又不到空气。就伫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一直上升的同时，也陆续传出有病人康复好消息。不过医师也提醒，就算出院，病毒也是有可能在体内无到完全来消灭，所以建议患者出院了后，上好继续隔离2礼拜，避免再再来发病。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咱中华做喙暗的工厂对这疫情爆出来，疙瘩就无暝无日一直透伫赶工。头家甲辛劳是添歪歪，所以头家人是决定讲，昨昏礼拜日先休困一天。那另外拜六元宵，香火正旺的南投指南宫食订酒的活动，虽不有照常举行，也毋过嘛有加强防疫。食订酒是有275年历史的南投指南宫。每年重要节庆活动之一，今年武汉肺炎疫情无影响到活动正常举办，但是庙方加强消毒甲防疫的工作。3天前吼，阮就甲准公所吼来消毒，甲这个杀菌的这个动作拢做到。真广阔的，不是室内哈，所以应该是安全性是没问题的。还是有戴口罩，对，这是势必一定要戴的。对，只是当下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吃一吃，然后口罩戴上来。伫台中有200多年历史的万和宫，今年一度的这道发挥，只是因为疫情第一届取消了维持超过30年以上发放平安酒的活动，改发迎汤以及送寿面。密闭的空间呢，来咧享用。阮今年呢是改变方式，井上面线。往年有那平安粥嘛，不过今年好像停办了。你伫中华翠暗工厂因应政府征收买医疗级翠暗。增加3年专业赶工，为年初3就开工，员工无法度好好休困，机器一直咧运转，因决定伫9号停工1天，调整日历，甲检查机器。从初3就开始了就一直到今天才有得休息一下所以大家体谅翠暗工厂因应后壁可能疫情已经增加3年，庙宇活动嘛伫避免疫情散播，甲安慰人心做出一个平衡点。祈求疫情早一天会用减缓，嘛要安信徒的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嘉义。嘉义的阿里山森林铁路通车了后，喝茶正做是嘉义的一个代表产业。为了要让乡亲更加了解这历史，嘉义市是特别举办头一届的沐浴生活节。木造的土皮布分出好听的音乐。无共一般灰仔做的土皮布，木造的土皮布只要有一个所在做唔对，都无法度演奏正确的声音。嘉义市举办的沐浴生活节，出现真侪甲木造相关的创意产业。泥土可以补充，木头都是削去，错了就完蛋了，就不能再来。因为快木是我们阿里山的一个重要保障啊。把它推广出来。1912年，阿里山森林铁路通车，服务业变作代表嘉义的一个产业。为了要让民众了解这个历史，嘉义市举办首届的沐浴生活节，唔但有适合全家大细的市集、木造体验，嘛有邀请专业人士来分享木造空间的经营。我以前也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制裁所，然后它是。看到政府他们翻新过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一个这么棒的地方。在生活美学上面，其实我觉得是相同的，只是藉由我们的经营，把生活美学可以开放到大众体验上面，而再重新回复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美学去诠释。这届沐浴生活节为产业、生活、国际甲照护4个走向来呈现，嘛有安排制裁工厂、木造建筑的导览活动，希望透过这款的方式，让民众会用来感受嘉义推广木刀文化的决心甲努力。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那伫咧中华分园是有一个流传100年的迎天公仪式，当咧向文化部申请来做无形的文化资产，希望讲分园的这个迎天公会使阁继续传100年。天顶天公地下保固公，千算万算毋达天一话。一寡言语也表示讲，玉皇上帝天公伯啊是天下间上大的神明。正月初9，天公祠伫中华分园有一个将近200年高角头迎天公的仪式。有景发一个盛会，我接到这个落水以后，人事拢诚顺家庭嘛真圆满，身体嘛较好，所以这个传承咱爱继续甲推动、甲流传落去，互咱这第200年的历史会再更加发扬光大。
AA 认真的队伍全部是要来赢天公的信徒。今年是分园角要过路予顶拿角，信徒也聘请顶头来到热烈。当地庙宇也出桥做回来游景，祈求风调雨顺、合境平安。100多年来传统，是咱地方一大盛事。由咱云林北龙市到角头轮流赢天公。一年起马，一年落马。起马就负责来咱北龙市这个恭请天上圣庙。这回赢天公的活动，分园保障师也特别制作随香旗，让信徒会当举香旗对神明绕境。也因为下回要到这角头上久爱等81年，大家也把握到这回机会替神明服务。分园乡公所也特别配合相关的活动，也当地向文化部申请做无形文化资产，希望分园赢天公会当继续流传100年。记者综合报道。春天到位啊！台中当时林场的花嘛开卖5成，山樱花、八中樱陆续在开花。游客就讲，这个所在会使看花，佫会使浸温泉，有影是真舒适。粉红仔色的山樱花开甲真水，另外一片亲像是世间款的李叶花。台中当时林场的花已经开超过5成，赏花佫有温泉通浸脚，游客拢耍甲真欢喜，也感觉真舒适。就很长得跟老师一样漂亮。像它的泡脚温泉可以就是舒缓你的那个走路嘛，那樱花跟梨花也可以让你舒压。对，这是比较吸引我的吧。是。这个有斜坡很陡可以去做一些运动，还有看美景。今年气候稳定，正月阁有冷气团甲雨水来到三江，樱花开了真好，无同款品种的樱花陆续开花，规山头拢真闹热。今年的樱花跟梨花的花况目前在东势林场开了将近有5成左右。因为我们的樱花里面品种又分了好多，目前先登场的是山樱花，那接下来会有八重樱啦、悔寒樱啦、红粉佳人啦、吉野樱，所以陆陆续续的它一直绽放。当时林场也安排真侪活动，让游客赏花、泡温泉，佮通做花佚佗。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冬，咱台湾的农业受奶子草青菇仔影响，收成拢无介高。即马春天要到啊，奶子草青菇仔即马是生团的季节，所以台中的农改场研究员就赶紧把握时间去除药啊。药套重啊，无滴啊。对路边的树丛喷药台中农业改良场的人唔敢大意，就惊春天要来啊，奶子草青菇仔会开始大量生团，影响奶子也有营养的产量，赶紧把握时间防治。第一次春天经过一个寒冷了后呢，伊的体力较无好，对这个药剂呢会较敏感如果若是这个时阵适时呢用这个亚麦皮或者是赛洛宁呢，这个药呢来做防治。阮的建议是讲来防治咧2遍至3遍。这几年台湾的农业因为奶子草青菇仔直生，奶子也有营养的产量是落袂少。有一寡人家也去予奶子草青菇仔侵蚀。农改场的研究人员表示，冬天过，这个时阵草青菇仔的活动力较无遐好，也袂生卵，所以伫这个时阵喷药防治的效果上好。估计3、4月开花的时间袂有影响，6、7月就会结果。今年寒冷虽然有较小热，但是呢，有规波寒流来呢，这个寒流会当促使着咱这个花芽的分化所以讲今年应该开花啦结果呢的部分呢会较正常。不过研究人员也提醒，农友喷药防治的时阵，一定爱穿防护衫，较袂去予奶子草青菇仔射出来有刺激性的这种液体伤着皮肤，也爱会记得伫咧营养甲奶子开花前的10天停药，较袂芳伫咧采蜜的时，因为食着药剂死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个青铜的故事，伊是今年甲37岁的柯东荣，伊是查某的哦。5当前，伊是辞掉伊1年100万科技业的工课，回去故乡甲老爸做伙种草莓。伊望讲未来会当种出新品种的草莓。摕到农业楷模的牌匾，原本伫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的柯东荣，5年前回去台中担主，协助爸爸做伙经营气泡园。为台北科技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硕士毕业的伊，嘛用伊的专业起一个高级网式，就算一直落大雨，气泡嘛还袂受伤。
草莓它生长就是每一颗都是垂挂式的，那不像那个地面上就是那个尖尖的那种棚子式的。那下雨的话，它就不会粘在那个棚子上粘着，然后水泡着就容易烂，那就可以克服那个草莓烂果的问题。柯东阳嘛伫果子园内底饲芳来协助人花，对伊来讲，种气泡的工课，工作时间是比以前愈较长，嘛愈较忝，也毋过伊个真享受目前这种生活。我早上6点多我会开始巡园，下班是6点了，准备隔天要用的东西，所以大概到晚上休息，大概是到8点9点。他就这么的认真，农会好，任何所有机会能帮忙的地方，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柯东阳的爸爸发财是真厉害，嘛捌得过新农奖，工作拢计是气泡栽的教父。柯东阳有爸爸技术的经验传承，再加上本身高科技的背景，伊希望将来会使来推出家己品牌的气泡新品种。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去台东延平红桥山区布农族，为特别互民众了解传统的食食文化，互游客家己享茶板菜、慢果子来体验腊人的生活。游客来到台东县延平乡红叶村的树屋园区，甲布农族人做阵啉小米酒，互相祝福。所以就要出发去山顶，行一段帕拉人因帕拉时阵行的路。自己去体验这种原始的生活，很好玩，很有趣。布农族人讲，帕拉人去山顶的时阵食较简单，料理的方法主要是用烘的，像烘番麦、烘猪肉、烘番薯。虽然无满酱，也过安尼用火烘的，烘起来也是香光光。布农族的猎人在山上，我们在山上不可能带阿布拉、带沙拉油这边炒煎锅，没有的，一定是烤，用火烤肉，然后水煮饭。上重要也是体验帕拉人安怎食饭。规桌顶的料理盘成竹仔边的，内面有烘鱼肉、猪肉、番薯、金龟甲野菜，菜色真青草。用水3个外套饭包也煮好啊，游客一人捧一盘，坐伫咧野花食。虽然无现代餐具，食饭拢是用手，也毋过互大家了解帕拉人伫咧食饭的时阵是大家做伙做，最真食。特别美味，然后用手抓，这种体验很少。那我们猎人餐是不用厨师的，大家都可以当厨师，然后来做，简单又好吃又营养。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受武汉肺炎的影响，台中有一间已经开30档的餐厅，伫咧正月还阁有2月份，红体400外度。经过劳资协商了后，即马员工已经同意讲，逐个月要加休1天到2天的无薪假。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民众烦恼伫外口食饭的增加，互相越来越去的机会。原本假日真歹订到位的餐厅，即阵都空一半以上。这个家族是1年培养1摆才斗阵食饭，也因为疫情影响减一道。我们有过滤掉一些人，比较危险的，或者是身体不方便的。台中一间有名的海产餐厅，因为武汉肺炎影响来客量，春酒被取消的倒数有400外度，业绩6-8成，损失将近300万。已经透过劳资协议，70外员工2月中开始，一个月加放1-2天的无薪假。毕竟也捌经过较早的SARS这块，所以讲在无薪假这块一人一个月加休1天2天到处上大家都会控制时间。慌啊，就觉得你自己慌，也替老板慌。这种无薪假，我想任何一个当员工的都不想要这样子。离普通大型的婚宴会馆、结婚的婚宴照常举行，服务人员带着喙罨，不过临时互请的工读生因为买无喙罨，也只好就安尼工作咯。业者在武汉疫情爆发了后，面临退订100度，损失客源有3成外，估计下来会更加严重，就惊未来嘛要帮员工无薪假。没有好转的状态，所以我们以目前来讲，破100万可能再继续往上升。对，很不想去想这件事情，但它真的是一件蛮令人担心的事情。业者坦白讲，若是业绩下降，人客也无多管控，餐饮业一向欠人，2点钟薪水的非正式员工也无多掌控，应该向接触，种种不确定的因素，餐厅业者等无人客，也互春酒大家变做寒冬。希望政府听到因的心声，会有政策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嘛，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严重，
学生囡仔是延后2礼拜才开学，地书资本要烧去学校营养午餐的一寡菜色，即嘛烧无路，也个要烧去中国的果子一寡农产品，即嘛拢大受影响。甲一箱一箱的水果搬上车顶，准备出货到对岸。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水果销往中国大减。不过，高雄市农业局甲贸易商敢若无受到影响。6栋正是生产期的水果，准备送往中国批发市场。也过对岸疫情永远一直拖，虽然是往来大出的时阵，敢若会受影响。那接下来是凤梨的重大的生产期。那如果疫情持续上的扩大，那这部分我们也会有一些担忧存在。2018年，台湾水果外销中国超过1亿美金，市场真大。不过中国为了防堵疫情，各省市拢采取封闭式管理，台湾农产也受到严格管制。武汉肺炎疫情唔但影响台湾的农产外销，也大大影响内需市场。因为国内各地学校拢延后开学，互原本进来要供应各种各小营养午餐的青菜，其中拢面临销无路的困境。我们在移动是30坪啊，移动产量大概是150公斤到200公斤之间。假如说全部没有卖掉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给一些弱势团体吃啊，或者是打掉，那大概损失就是大家可以算一下。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批发交易资料显示，顶礼拜6、2月初1加2月初8，本礼拜6批发菜价来比较，白领菜批发价对每公斤43块落到31块，落27.9%。小白菜对每公斤27块落到18块，落超过3成。里汤小菜落上多，对每公斤34块落到19块，落超过44%。疫情一直拖，好青菜拢销袂出去。部分地方政府甲农会决定协助农民发动团体购买，也是补贴，希望减少农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有种有机的青菜，资本嘛是要销去学校，也毋过即马无销，互菜农是真烦恼。新竹县农会决定要倒卖，推出10公斤的大包装，望乡亲会当来交管倒销，减少菜农的损失。农民区的菜园内底采收家己辛苦所种出来的青菜，按个面顶却是充满了无奈。原来是原本要提供的各种好营养午餐的食材，只那说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学校要延后开学，如今这些菜拢无所在通好去啊。我们在移动是30坪啊，移动产量大概是150公斤到200公斤之间。假如说全部没有卖掉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给一些弱势团体吃啊，或者是打掉。那大概损失就是大家可以算一下。新竹县2礼拜差不多有14公吨的青菜量，想袂到这届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出现着无法度出货的状况。好佳在农会紧急合作农民，杀出着大包装进行出销，才有损失降低。割起来的话，如果可以卖的话，我们会尽量就是在农会那边有促销。就我们很多农友都是在农会有放一些，我们就是照我们成本去卖。调查需要协助的农民的有机蔬菜的量跟品相，那现在后续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一个调查表，那利用这个网站的方式，由县农会这边来接受这个订单。新竹县农业处表示，目前已经请农会调查统计受影响的状况，后续会启动相关的措施，会尽上大的力来合作农民销售，共同度过这届难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网络红人阿华西，伊的台语、英语甲客语拢讲甲真认真。伊嘛关心台语、母语流失的问题。下暗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带大家来听阿华西对母语的坚持。咖啡倒入去加气，烧几分钟久。啊袂呢，我即马等要开始崩呢。要咧准备，就有一群人咧等咧。爱食米芳的人客，你着稍等一下哦。来准备哦，爆米芳要来爆啊！要爆啊！要爆啊！要爆啊！看这爆米芳是有够熟手，不过人是摆甲叉叉叉。拿老师傅咧，嘿，安尼哎呀，要爆啊，变一来，足趣味的。烧。阿华西这个料悄悄的。米芳铺平，大力甲硬过，切落一块一块，人是烧正咧排列。全台湾上好食。囡仔嘛爱食嘛？爱食啊，规家伙仔拢爱食。所以来2档啊？可能超过啊吧，应该是看伊当时开始，我就当时来。阿华西伫新竹清华市场爆米芳已经几多年，最近因为网络影片讨论母语，
可以人气更较旺。我是一直看伊面册吼，看到伊录的遐影片啊，才哇，这个华西真厉害。但是伊镜到头嘛正重。因为台语已经渐渐变做外国话，安尼实在是足悲哀。因为推塞母语，坐坐暗暝，阿华西拢困袂落眠。不过嘛，因为阿华西带动，好较侪人来关注到母语的推塞。记者综合报道。伫巴基斯坦，看你的身份甲地位，拢看讲你有法度饲什么宠物，有法度饲屎也是好，就代表你真有身份，嘛真有地位。所以一般的老百姓嘛真流行饲这款动物，也毋过拢家己饲伫咧老尾顶，对野生动物来讲是一种拖磨，嘛违反规定。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河的人口真济，互人无法度相信。我甲真近的主题区内底，有真侪人甲野兽当作宠物来饲，驶甲白色的虎顶顶真罕尼看的动物，长期去用关伫咧厝尾顶的铁笼仔。画面内底即只干那4个月大的白色的西亚囝，是24岁大学商科的学生哈姆斯的新宠物。I've always kept pets, dogs, cats, and then one day a friend bought a lion, and that made me want to get one too. The first one I bought is from Africa and is a sandy color. Then I liked it so much I got another one, a white lion this time. 伫咧当地买西亚囝介绍，一只爱心代票超过13万，哈姆斯甲因朋友甲所有欠落来的钱开落买，而且就饲伫咧楼尾顶，当做猫甲狗共款来饲。平常时管理员负责照顾即寡狮，虽讲伊看起来真镇静，毋过伊家己嘛讲，面对野兽的时阵也是爱提防。伫咧巴基斯坦饲野兽、狮甲虎，最近这几年是真流行，嘛互买卖野生动物的不少生理人趁真侪钱。有一个真有名卖动物的生理人，甲伊饲大只的狮辛巴，佮变做是经小的网红，毋但会使伫镜头前感情真好的头壳头，替伊洗到热毛。而且佮赛车去街仔路佚佗的画面，引起网络伫咧笑，嘛因为安尼鼓舞即款饲野兽危险的风气。It's like a member of my family. He stays with me in my bedroom. 亲身来哈桑伫咧巴国第一大城克拉池郊区的车花厝体，辛巴已经完全去互驯化，毋但有真大的鼎会当活动，享受主人摕来嘴边的好食肉，日子是过甲真尊贵。It's a profitable business if you manage it right. You have to look after the animals, love them, and give them the space they need to live, big cages and food. You have to look after them, give them medicine if they become ill. 敢若伫咧克拉区，上无已经有300外个普通市民饲即种猛兽来做宠物，毋过即寡人厝内环境无一定，厝尾顶的空间真细，卫生条件嘛拢真歹。论真来讲，野生动物根本就无应该非法进口摕来做宠物，毋过相关法规无啥物约束力，公开了嘛对即款状况加做无看。记者综合报道。红仔伫用的肉珠啊，淡气会单调，毋过即马愈来愈注重环保，所以英国即马是正时行肉珠啊布会当日头过用。用红仔锨练习换肉珠，亲像爸母参加推广肉珠布的工作，做伙练习这项工课。The hardest thing, teaching the husband how to wash them correctly. 英国消费者这几年来真重视环保，会当搁再使用的热珠布真受欢迎。正确使用的话，会当用到第2梯、第3梯，唔但会当省钱，嘛会当减少对环境的伤害。Mainly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trying to do our bit, and the amount of nappies we go through, and I kind of look at the bag at the end of the day and just think it's all going into landfill. 英国环保署统计，英国大概有800万的纸尿珠烘单掉，而且一个纸尿珠完全分解要500年的时间。英国一个专门卖尿珠的网站，这几年来业绩是真好。创办人表示，真侪厂商看好尿珠仔未来的市场，杀出风水透开，而且设计真高水的产品，也是吸消费者的原因之一。You've got so many beautiful prints, and that's kind of come out in the last sort of 4 or 5 years. It's kind of gone from the very plain, just white, or maybe you might have a blue or a pink one in there. Now the manufacturers are kind of following trends. So 英国的非营利组织和真侪厂商合作，伫英国各地设尿珠图书馆，爸母会当借无共牌子的尿珠布试用，而且尿珠布的价钱无悬，有真大的二手市场，阁会使对环保做贡献。业者是真看好未来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0度。伫
今日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1度。外岛是9度到19度。感谢收看，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